又點啦？咪一個人打飛機做翻空軍咯！成班演員尋日一齊喺新都城煲大結局，睇到吃隻眼濕濕。梗係啦，馬明 BB 夾埋情敵，用苦肉計求婚喎。唉，不過染到個頭白爛晒咁，差啲以為睇緊《回到三國》啊！照 TVB 劇 ending 公式一，大團圓結局嘅仲有姊弟戀、苦戀。係新聞同艾石呢對，終於經過讓愛、忍愛、坦誠相愛啦！一條一擊平機平擊嘴，咁嚟學艾石學到機嘴 ，sweet 到咧！但都唔及臨尾場空冷氣令人咁肉緊。之前先講話 Holiday 問守護天使應該點揀，Sam 哥跟手就同佢攤牌，咁都變唔出眼淚，反而 Sam 哥晾下。不過唔緊要，仲有一次機會。三角戀主角齊齊出勤，途中遇到意外，機翼出現，酷魔揀緊急降落 ，Holiday 就揀咗 Sam 哥啦。係咪覺得酷魔好慘咧 ？Sorry， 佢有份安慰獎噶。只係守護一個人 so boring， 我決定翻去真正嘅戰場為世界和平而戰。我守護嘅係60億人。吓，全世界得60億人啫咩？哦，唔怪得話套劇有機拍第3輯啦。講全球蒸發咗10億人之後，酷魔點樣打救大家嚟？又或者係佢看破紅塵之後唔再風流，翻 Skyland 整頓歪風，咁咪唔使成出嘢，講感情多過飛機咯。蔡少芬已經揾到年輕肌膚嘅秘密，你呢 ？Swiss Reborn 瑞斯萊芳魔法能量水，一樽鎖住5大美肌能量，卓越獨家發售。